撒去。贺锦熙，我今天看到了一个人，好像是爸爸。世上这么多人，你有可能看错了。哎呦，我不可能看错的，我今天在神龙呢。你在神龙？你怎么会在神龙？孙熙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喂，喂，孙熙。 打电话给谁啊？我刚刚在跟我好朋友聊天呢。对了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家呀？你还说我还要说你呢。在公司也不打个招呼就回来了，打你电话也不接。我就是突然之间觉得自己有点不太舒服，所以我就先回来了。不舒服？是不是发烧了？我让方叔叫医生。啊，不要，我今天下午回来的时候睡了一会儿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那就好。这样，你再休息一会儿，我去洗手间。有什么事叫我。锦溪，怎么了？突然觉得你回来真好。就应该相信他，你一定要相信他。少夫人，少夫人，方叔，嗨，有一个自称是你父亲的人来了。我父亲啊？胆子不小啊，今天都跑到我们家来了。好，我今天心情好，你把除了钱，其他的条件都跟我说了，我一定满足你。一成，奶奶，他今天来我们家，不就是为了这些吗？不信你可以问他呀。贺先生啊，你别介意啊，我这孙子啊，说话就是太直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不往心里去，这都是孩子嘛。爸，你苏小姐，是安安吧？哎，苏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是不是迟到了？没事，我也是刚来，坐吧，坐吧。啊，以后别叫我苏小姐了，太见外了，你就直接喊我妍希就好。啊，妍希姐。啊，初次见面，一点小心意。这是……你上次不说喜欢这个包包吗？我就让我朋友留意了一下，没想到在国外真的买到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我们都是自己人。谢谢妍希姐。啊，最近总裁夫人有没有去公司啊？总裁夫人？没有啊。你确定没有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贺锦熙他爸爸来公司闹事的那一天，他好像在公司出现过。
他爸爸去公司闹事儿。公司以前不是一直传贺锦熙他们家是书香门第吗？我觉得根本就是假的。哎，他爸爸都跑到公司找顾总要钱来了。我还听说贺锦熙啊仓皇逃走。那顾总有什么反应？唉，还能有什么反应啊？肯定是不相信呗。我听说啊，他还把人家给修理了一顿。我真是不明白，这顾总啊，好歹也是见过那么多女人的人，哎，这事实都摆在面前了，怎么就能被他骗得团团转呀？爸，你干嘛呢？没事没事，爸爸时间长没见呢，太激动了啊！谢谢你们家照顾我。锦溪，他真是你爸？那还有假？我问你，他到底是不是你爸？西城，是，他是我爸爸。西城，贺先生啊，我这孙子啊就这么个脾气，你可别在意呀！啊，没事没事没事。锦溪啊，好好陪陪你爸爸，我呢上去看看西城去，啊，让锦溪陪陪你啊，我去看看西城去。您慢点啊，慢点慢点。跟我出来。这顾大家族到底是大家族啊？锦溪啊，锦溪啊，哎，你看看，哎，这到底是大家族啊，连个后院都弄得这么大，啊？你在这顾大家族过得很舒坦吧？爸，哎，现在这里只有我们2个人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哎，好。哎呀，我说锦溪啊，从小到大你都没对我这么恭敬过啊，今天是怎么了？嘿嘿，是嫁到大家族里受大家族的熏陶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锦溪，你这编的不错呀，是书香门第。怎么想出来的？你说这顾家老东西是不是老糊涂？爸，你这现在是在顾家，你这么说话不会被别人听到啊？听了怎么了？反正吃亏的不是我。我说锦溪啊，